羊驼的台语要安怎念无？念念看，念念看。不知道哎，太难了吧？羊驼，羊驼之类的吧。不会讲。一起看买。羊驼。礼拜又个是好天，定着爱四界报道咧。伢那小编上接行到所在，都是目屎的台北市立动物园。唔知大家对动物园内底倒一种动物印象上介深？小编见摆来家遮，上爱看这只，那高水嘛真有个性。起毛姜的时阵，规家己配喙烂。大家敢有晓得小编讲的到底是倒一只咧？没错，规长好好，就是这只真好打，定定甲小编洗面。也毋过绝对毋是小编要甲错，真正有影足侪人看到伊，拢会讲伊是草泥马。咱就来问看卖，大家敢知影这几年真正的草泥马，也就是羊驼，到底是啥物来路？羊驼的台语要安怎念无？我唔知。对，你就念念看。羊驼，牛。2,000 years later， 不知道哎。妹妹，你是今年几岁？今年几岁？怎么不知道？几岁？他今年8岁。知影羊驼的台语要安怎念无？羊驼，羊驼。我觉得是什么类吧？啊，你敢知影羊驼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试看卖，试看讲看卖。羊驼。看到4个牛仔，囡仔人都讲性格袂晓讲话啊。那呢，阿公敢会晓？敢知影羊驼的台语要安怎讲？不会讲。一起看卖。羊驼。妈妈想问一下，你们知道有一种动物，然后喜欢乱朝别人吐口水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？那个草泥马。草泥马。羊驼的台语要安怎念无？牛驼。这可以进去吗？不行的。草泥马。差不多很类似。羊驼吗？河马。羊驼。羊驼可以教学吗？羊的台语怎么念？咩？吐口水那个草泥马。那你们知道羊驼的台语要安怎念无？台语要安怎念？羊驼。牛驼。看起来知影草泥马的人比知影羊驼的人更较济。讲正经的，其实草泥马这3字，大家千万唔通乌白来滚生笑。那是论证甲研究，伊算是一种表达抗议的方式。草泥马安怎念？其实哦，咱这个名吼，唔是真好的名啦，因为这是伫咧中国吼，北京有一个艺术家，伊叫做艾未未吼。因为伊感觉讲中国政府管伤济啦，逐项都要管，啊叫人袂使讲垃圾话，吼，啊伊讲你共管遐济要创啥？啊为着要抗议，伊挑底甲羊驼吼，改号一个用垃圾话去变音的名，叫做草泥马。其实这是咧骂人的话，吼，啊你若知就知讲这是骂人的话，这其实毋是这种动物的名。希望互人用歹听话甲发。不过，其实伊的个性足温顺，袂主动甲人攻击。就算真正要烧输赢，嘛是真细力。也毋过，一开始小编冇讲过，伊嘛真正性格。你若跳过伊提好料的角声，所无要或者，伊都有可能会变面对你配喙烂。这个时阵，上好是赶紧闭起来。你知道羊驼的台语要安怎念无？羊驼。念念看，念念看。鸡牛虎兔龙蛇马牛高鸡高低，对，所以羊是什么？牛。那骆驼呢？辣条。来看那边，再一次。骆驼怎么念？辣条。对，那再加羊变成什么？牛辣条。哦，是啊，羊驼是念作有德是吗？啊，你照字当然是安尼念无毋对啦。不过咱若安尼念，可能会造成一个较困扰的所在，就是讲，伊听起来甲咱咧食迄个果子吼，迄个羊头吼，用台语讲拢叫做羊头。啊，为着要避免讲两种的冲突，所以咱就去思考讲要安怎家己合作
一个较清楚的名吼。啊，因为咱这个动物是鹿刀科的啦，吼，啊，伊的体型的大小跟羊仔差不多，所以因家叫做羊驼。啊，咱就照这个关节去改叫做羊鹿刀，就表示讲伊大小像羊啊，啊，不过伊其实是较接近这个鹿刀的一种动物，所以叫做羊鹿刀。今仔日除了羊鹿刀，佮对老师遐学着足济古代语，台语敢有遐尼困难？无影呐，定定来看咱的网站就对啊。